主若因前，也是互你通知，应该着怎样行伫上帝的厝，就是真话上帝的教会，真理的调招甲地基，大敬虔的奥妙，无人袂掠做伫，就是伊显现伫肉体，称作义伫神，出现伫天使，宣传伫外邦，互人信伫世间，接纳伫阳光。第二位的所在，以弗所书1章23节。教会是伊的身躯，伊所充满的，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。以上，即时要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家转来，家转来。兄弟姊妹，咱回家了吗？回家了哦！啊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阿妹吗？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咱今仔日会当来到上帝的家，咱要到底来敬拜上帝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是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平安，伫即世界生活。伫礼拜主日的时阵，阮会当转到主你的厝，阮会当来遮主日来敬拜阿罗你。主搁较宝贵的是主你的话语，要成做阮生命中的愿望、甲帮助、甲快乐。主，阮本是看也看袂清、听也听袂明的人。主，恳求你启示的灵到阮伫地，互阮伫遮会当领受主你真理的话，成做阮生命中一个存在。也嘛，互阮会当有快乐，会当来实行出来，活出福音的大快乐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查某囝，伊写一张批互伊的老爸，因为伊的老爸久久已经有几个礼拜无回来厝的，伊一直想要甲伊的老爸来讲一寡话。伊安尼讲爸爸，我感觉咱即个厝，咱即个家，敢若亲像开一台好车。迄台车就是亲像你所意爱，真秀丽的。车内面有各种真好的配备，有外口车的外口新，总是车哪驶哪旧，哪驶哪就有，会出烟，椅仔嘛破，轮仔嘛会摇动。这台车一向拢是你咧开。妈妈坐伫边仔，阮坐伫后壁，阮感觉真安全。总是无偌久以前，这台车换做妈妈咧开，爸爸你毋知伫倒位。有一天阴暗，阮对厝内拄好甲车开出来，伫我家的所在，突然有一台失去控制的车甲阮弄过来。互阮这台车失去方向，就那弄掉。伫去弄掉迄个时，阮看见你就坐伫迄台车里。阮弄来迄台车，原来是你咧开，总是边仔坐迄个是另外一个查某人。阮互你迄台车弄甲真严重，阮拢送去病院。妈妈去弄着方向盘，胸坎断几落去，我甲弟弟骹拢断。阮伫车内，阮伫病院内，每一工拢盼望你会当来病院看阮，总是阮每一工拢失望。爸爸。你伫车祸中，你敢有受伤？你是毋是亲像阮一样，遐尼需要你？如果你需要阮，阮就伫遮。爸爸，我爱你，你的女儿金培丽。一个查某囝看到爸爸甲妈妈的婚姻，因为爸爸
有小三，这个家庭就咧破碎。这个查某囝用一个真感性、有图像的语言的花，改变这个爸爸的心，互把这个爸爸的心感觉真温暖，互爸爸的心感觉真凄惨，互这个爸爸知影我唔对，我错了，互这个爸爸会当阁恢复，转到这个家，互这个家阁转来到以前安尼。爸爸妈妈好好行离真相疼。这个家，因为这个查某囝所写的这张花是感性的语言，而且有图像，而这个图像是因所熟悉的、因所经验到，来形容因心内有话听，互伊来形容因所真恶的讲的、真恶的表达出来。就是用一个故事、一个物件来形容，互人的心、感情、理性来去震动着，去感动人的心。互人看到安尼、听到安尼，就感受到迄个人内心上深的感受。这就是感性语言图像。咱的圣经中间足侪用安尼，特别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伊嘛是用安尼。来解说什么叫做教会？请问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什么叫做教会？啊，教会就49号啊！什么会49号？中华路49号啊！教会敢安尼？保罗先生今仔日伊就来教伊的迄个少年的，叫做提摩太。因为提摩太伫以弗所要建立教会，伊就搁一遍甲伊讲，教会应该爱参像什么，用伊所熟悉的、伊经验到的来讲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上帝的家。哦，咱就真知影什么是家啊？因为咱拄啊，才对咱的厝，才对咱的家出门来到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叫做教会，这个所在叫做上帝的家。安尼，咱要来看上帝的家伫旧约中就有啊，只不过旧约你找无迄两字，叫做教会啦。旧约叫做啥物？哦，这么侪字，就是上帝的囝儿子民自己造定，而且也有敬拜上帝的这种行为，叫做教会。所以，伫以色列出埃及了后，建立敬拜上帝，组织起来敬拜上帝，叫做会幕。所以，咱伫7月31日，咱要伫遮拜五暗时办小祷告会，咱就要用转到会幕迄种的祈祷。咱要透过有形，咱行过迄会幕来进入甲无形的甲主的三方，咱要安怎？透过安尼来祈祷，甲主搁较好，甲主搁较知上帝的心意伫咱中间。以色列的历史中间，咱搁来看到一个王朝时期，咱看到所罗门来建立圣殿。迄个圣殿的出现的时阵，就搁较明显知影，哦，伫迄个所在有上帝的子民来敬拜上帝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叫做教会。伫新约，咱看到司提反，伊就讲到一个摩西迄阵啊，迄阵啊，伊安尼讲摩西迄个人诶，就是安那，就是伫旷野中间会幕中组织，伫旷野的会中，就是讲到教会的概念。所以咱知教会就是对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咱开始有教会安尼的演变。甲今仔日，咱的教会，咱的家人教会，上帝用一个来形容，就是用家、用厝来比喻教会，毋是干那迄间厝尔，厝只不过啥物建筑物啊，中华路49号，只不过是一间厝，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，总是家庭就无同款咯，
一个家，一个家庭内面，是安那上帝要用家来比喻来讲教会。咱常常讲，咱是一家人，所以是家吗？还是家？是家，对无吼？咱是一家人，好，咱伫一家人中间，一家人，这个家有啥物会保护咱，互咱袂伫外口伤热，袂伫外口受伤害，袂伫外口安那互人掠去。这个家，这个家庭安那会当来保护咱。这个家庭会当来供应咱的需要，什么的需要？特别是咱生命的需要。伫这个家庭中间，咱就有搁较侪对上帝的美妙来供应咱，互咱伫这个家庭中间，伫这个家人教会，这个家，这个所在，咱得到对上帝来的应许。一个家庭中间，应该唔能保护、供给，搁较侪是有主的来遐的温暖。这才是一个家庭，这才是一个家。所以咱遮有安尼吗？咱有伫遮，咱有感受到受保护吗？咱有感受到被供应吗？有，感谢上帝。咱有感觉到温暖吗？有，感谢上帝。所以咱就有啥物？有一个家，家就有啥物？有办啥物？办喜事嘛是毋是？这个美女这个美会长老这名好了真好诶美会长老办喜事吗？是吗？敢若毋是呢？总是伊足欢喜，敢若伊咧嫁查某囝对无？总是像嫁查某囝。哎呀，恁昨拢有来啦！昨毋是礼拜日咯，总是咱的福昌长老嫁查某囝，逐个拢来诶。大家拢来斗欢喜，对吧？这就是啥物？家啦，家就是斗欢喜，斗阵欢喜，斗阵流目屎。安怎讲？真足欢喜的。咱福昌长老伫咧遮讲查某囝嫁啦，虽然足毋甘，虽然流目屎，也是恁的迄师长阿贤兄昨准备安尼，因为。阿贤嘛有一个查某囝要嫁可能20年以后，但是伊即摆就先流目屎囥遐咧真艰苦。咱看到福昌长老昨嫁查某囝真欢喜，咱斗欢喜，总是伊徛伫遮嘛讲啥物？福昌长老的爸爸，咱的苦长老，伊嘛已经来到人生的上尾站，伊伫遮附近。这就是上帝的家。伫大好的日子，伫嫁查某囝大好的日子，总是伫家内，咱会使讲我生来艰苦，真遗憾的代志。当我听到伊昨讲，伊的爸爸去收伊爸爸的物件，因为伊爸爸咧家福电工，看到伊查某囝咧嫁会喜帖。咱的苦长老，伊一直以后伊的查某孙参加伊查某孙的订婚结婚，总是当已经遗憾，伫家福边无法度参加，就亲像咱即摆共款，咱嘛目眶红，这就是家庭，这就是伫主内面，咱是一家人。咱会当讲欢喜的代志，咱嘛会使讲艰苦的代志。感谢上帝，我伫这3年中间，伫咱这间厝，咱这个家庭中间，我领受真侪人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总是伫遮会当来讲，咱会当艰苦、艰快乐。这个家是应信上帝的教会。这个应信上帝，就是这个上帝是应信，是各真各活的上帝。咱安怎讲？这个保罗先生安怎讲呢？伊是安怎讲应信上帝？因为伊讲应信上帝，甲迄个时阵的生命是无同款的。一般的生命是人所做出来，是假的，是家己袂当主张的。
但是这位上帝是各真各活、永生的上帝，是一切生命的来源，是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，是创造的主。教会就是讲，咱人自己，咱要伫遮来阿乐上帝，彼此连结，彼此相听，同心来敬拜上帝的所在。一个所在会当互咱保护咱、攻击咱，会当互咱温暖，就是这个所在有啥物一字？有啥物？感谢上帝，咱这个所在有啥物？有听，有爱，有爱，不是什么害。我们是彼此相爱，还是彼此相害？真的吗？总是传道伫遮3年，咱即马咧讲，咱今仔无先来，干那季牧师啊吼。总是你来伫咧遮，咱就是一家人。传道伫遮，有真侪人甲我讲，传道，我甲你讲，我这是好意啊，这是我好意哦。我甲你讲，我好意，我才安尼讲哦。安怎讲？互人跋倒的话啦，互人跋倒的行为啦。我心意呢，我好意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爱千万不要变成妨碍的爱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变成彼此相害。你的好意，拜托，要对焦于神，是神的心意才是重要。上帝心意才是重要，不是你的好意啊。安怎讲？昨我真感动，咱有5万人。咱的青年吼，一个月真甲我冤家啦，毋是甲我啦吼，是来到我面前讲，传道，我甲你讲，迄某咪人带敬拜俄了吼，某咪人，毋是记遐，我记老顶啊，某咪人带敬拜俄了，毋是安尼带，我甲你讲敬拜俄了，毋是安尼，哦，走，传道讲，是，我甲你讲，小组长毋是安尼带，嘛毋是去这边哈。小组长是安怎带，安怎啦，安尼啦吼。我讲好，安尼好无？无你来带敬拜敢好？好无？有人摇头哦。好无？你安尼讲吼，你就来做敢好？咱这青年人有担当。我讲安尼，你来带学了，你来带敬拜敢好？敢好？好，早暗就带，咱的女主角伫咧遮，早暗就来带。去互批评迄个人吼，气甲要害去，是安那你知无？因为有另外一个青年听到，偷偷去甲迄个讲，我甲你讲，姐姐，啊，歹势，安尼有怎想啊？姐姐，我是好意哦。我好意才跟你讲，别人都没有跟他讲。我跟你讲，谁讲你怎样哎？你带的敬拜怎样？你带的小组怎样又怎样了？请问这是听，是爱还是爱？哪个爱？彼此相害还是彼此相爱？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心意，你的好意吼，会当先来甲传道讲者讲，传道，这是心意，这是好意，这是上帝意思较重要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咱的心意，咱的好意。有通是因为咱是罪人，咱定会失去这个标准。总是感谢上帝，当人来批评咱的时阵，我定拢会记得一句话，因为我知影，咱兄弟姊妹中间嘛有人讲传道安那啦，我知啦。啊，因为嘛有人来甲我讲，传道我是好意才甲你讲的，感谢上帝哦。这你会使来甲我讲啦吼，因为我小可较健康一点嘛啦吼，因为我知。批评我的人，我的反应有偌大，我的反应如果有多生气，代表我就有多什么，多骄傲。人家如果批评我，我有多生气，代表我有多骄傲。感谢主，这青年来甲我讲，我拢讲安那，好啦，好，传道来想办法哈。你若有代志，拜托来找，那毋是错，来找传道哈，传道再来想办法哈，好不好？好哈，莫乌白传啦，好不好？你的心意乌白去吼，唔通啦吼。
咱就变歹人啊，咱拄仔有读啊，咱变歹恶人，咱就害啊吼，甲上帝徛无共阵，就害啊啦吼。所以传道就昨互即个青年来出来敬拜，昨讲完道了后，阿妹结束了后，录音拢关掉了后，我互即个青年来头前讲，我讲你今仔日是安那来带敬拜，好拢是拢毋是你带，歹势啦，大家因为我来批评一个人，厝内的人就是会当安尼。讲对不起，我就是因为我批评谁，我批评姐姐带的敬拜，传道说好，你要批评你就自己来，我就来了。继续，我就互被批评的人姐姐又来头前讲，姐姐就感谢，姐姐说伊足感动的，伊咧敬拜中间，上帝问伊，这个人会出来敬拜，我要用伊，你讲安怎？你愿意顺服吗？这个姐姐讲，我愿意。就安尼啊，这就是安那一个人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因着，阿门。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，是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的爱，爱使我们这个家可以说，不是不能说。一定要说什么？要讲什么？要讲真侪代志。咱伫这个教会内面会快乐，但是应该唔那快乐。咱即马伫6楼、伫4楼有夏令营，下家长加同学拢回来同学会。伫家不只是快乐，如果只有快乐是什么？俱乐部。伫家青年拢干那找朋友，你敢找朋友呢？咱若来教会干那找朋友。安尼教会是啥？社团尔。咱伫教会若是找安慰尔，安尼咱教会是啥物？心灵诊所、医院而已。咱若是来补助尔，3节有爱基金，你若是干那为着补助来，安尼，咱干那是慈善，咱毋是干那做社会福利，咱甚至爱做啥物？上帝福音，所以说双福嘛，吼，福利跟福音。咱毋是干那来工作尔，是讲我啦，毋是讲恁啦吼。我若是干那来工作，这只是不过是公司啦，毋那安尼，教会应该毋那安尼。总是若是有人是为着安尼来，无要紧。传道有一个朋友伫纽西兰，台大法律系的，伊早讲，我安那都无可能信主啦。我吼六法全书比这本较厚，我拢背起来啦。我无可能信主，总是我的朋友传福音，互伊5个月尔，对创世纪查到还袂到生命记，就讲，我要来信主啊！万一你若讲的是真的，我就亏大了，我要来信主了。信主了后，安那？哇，伊就感觉足赞的，一定爱甲别人即个分享。所以安那做好一项代志，爱去传福音吼，安那传？伊上面有足济，哭啊！哭足济啊！伊就讲，无事，我来吼教会门口分钱。即马若要来做礼拜，互一天的工资，通啊毋通啊？通啊毋通？啊？通啊毋通？毋通吼，啥人毋通？人足需要钱的啊！咱毋是咧讲福利啊！我甲你讲吼，我即个朋友啦吼，因为是伊信主的。无事，你讲毋通吼，无要紧，我莫伫教会门口，我来教会外口，来遐游人。你要去教会无？你若要去教会，我有你一天的钱。袂，啊，互伊较当时，你即礼拜来，互你一天。后礼拜你要过来无？袂，搁互你。后礼拜你要来无？袂。啊，互伊较当时，你若信主的时阵，我就无搁互你。请问，有人信主无？会不会有人信主？会还是不会？会还不会？到底会还是不会？会。我带一遍才1天的钱，我信主的100天、1000天，永远拢有钱。请问你是会晓算啊？袂晓算？会晓算啊？袂晓算？这个人用苦来传福音，所以保罗讲：我用什么动机当初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尾啊有得到这个福音了。当伊尝到这个主恩滋味的时候，伊主人就起，
所以咱教会，若是咱即马6楼今仔日来的朋友，4楼这家长，当初安怎来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伊会当得到即个拯救的福气的福音哦。因为伊知影，伊有上帝了后，伊自然有对上帝遐来完全的保护、终极甲听。这是属伫上帝真丰盛的听。即个厝，咱即个家，毋那敢若像咱兜一家呢，有供应，有温暖而已，有保护而已。不止咱即个家有啥物，有真理的啥物调教甲根基哦，吼。安怎讲呢？咱即个上帝的家，若是敢若讲听，哎呀，就无够。咱来讲啥物？真理，毋是敢若道理尔。真理是永远不变。敢好？咱毋是讲听好啦，无要紧，敢会无要紧？若是甲真理有关系，你若看传道因少年拢真够看目色啊！若看到传道手插起来。安尼就是安那，你知害啊？这甲真理有关系。你若看我笑笑，就是讲安那，不要紧啦。跟真理没有关系的都没有关系，跟真理有关系的都有关系啦。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上帝的家里面，是安那？这个保罗伊会用这个条，会用这个根基来做披露。伊就是用当作是因所领受所经验到的这个图像，这就是因迄阵的女神庙。你知影无？这个女神庙是世界7大奇迹，这个建筑物之一，有127支条啊，每一支条啊顶头拢有刻因迄阵有名的人，互因安那抬头仰望他，知影讲这个是重要。原来学习甲伊同款啊，所以保罗用安尼图像讲，咱教会的家嘛是爱亲像安尼哦，甲真理刻伫倒条啊，咱来听听，用上帝的这真理，爱来活出上帝真理，咱的听内面是有真理的，毋是听迄落无真理的。所以传道要讲，有人甲我讲，传道啊。咱基督徒敢通好啉酒？我甲你讲，我是看袂落去啦。这有人来甲我讲，我传道你嘛小教一下。当然，讲到啉酒，一定是囡仔，青年的啉酒较少嘛。我若知会主动，因为我捌学过一个酒瘾，我后礼拜要去上蔡茂堂牧师，我的主理的，我的专题嘛是上瘾，因为即马囡仔毋嘛干嘛酒瘾，过啥物上网瘾、毒瘾才是厉害，药瘾对无？就是过一个咱一直要讲起来，就是情绪瘾。情绪瘾就是咱人情绪拢有一个习惯性，你看你安那打你就知影，咱上亲爱你就知影。他情绪都有一种循环，对吧？情绪拢这个循环，就是咱伫个这个行为过程中，咱一定上瘾。但是这咱今仔日先无讲哈，传道要先讲这项，因为这有人来甲我讲传道啊，咱基督徒咱敢通好啉酒，通啊毋通？拢无声哦，通啊毋通？通啊毋通？搁一遍的机会，通啊毋通？是馄饨汤还是丸仔汤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昨批演中间，咱有啉酒无？传道有讲，有无？无嘛，咱福清长老好意伫遐呢。当然通啉啊，总是袂使安那，袂当酒醉嘛。刚好，咱毋通即个酒爱较自私的，毋通一直招人啉，就安尼就好。毋通啉伤济，毋通过头，毋通为着啉酒来自责。紧，咱今日小组了，要来啉一杯紧的，歹势。
因为有人来甲传传道讲，我讲好，我会来教导这项代志，来分享。咱啉酒爱安那较自私的啦，莫招人啉。是安那？我讲原理方面，咱听咱就知影。因为按照身体研究医生吼，有的人的体质，只要啉一点点嘛，伊的肝吼安那，伊啉一点仔酒，是毋是肝会损害？伊要安那补？你知影要安那补无？恁拢毋知，所以恁拢会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啉一个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啉酒毋通啦。因为你毋知影厉害，有的人的体质的肝的体质是，伊若啉一点啊，受损害了后，伊爱用搁较济酒来补，互伊的肝安那恢复。请问，伊啉搁较济，是毋是损害搁较济？啊，过来要安那？搁较安那？搁较济，伊才会当恢复。啊，是毋是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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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愈啊？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循环？啊，恁拢捌啊？捌就好，毋通招人啉酒，袂家己啉，自私啉，较自私的无要紧，传道袂甲你告，上帝甲伊拍拍手，咁好，因为真侪人，特别是原住民，因的体质真正因的体质甲咱无同款，因就是因的肝，因的即个恢复爱用搁较济酒，所以因足济的时阵，因拢变成有酒瘾。咁好，吼，咱伫教会中间，咱搁较毋通，吼，袂使酒醉，袂使啉酒啦，吼，品酒嘛，吼，但是袂使来酒醉。伫教会中间，咱有搁较济精力。哎，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所以讲，基督是咱教会的头。咱定定都爱问上帝讲啊，咱要往倒位去啊，吼。啊，就亲像即句经文讲，咱特别咧结婚的时候，拢会讲，丈夫要做妇人的头，亲像基督要做教会的头。啊，咱安那才会知影咱的即个上帝心意啊。当然咱透过祈祷，所以咱伫教会中间，咱拢用跨年祷告来迎接一个年的新的开始。好，咱互上帝来带咱教会头前的路。啊，咱伫受难日的时候，咱嘛是有通宵祷告。伫7月31。啊，伫个即个鬼门要开的时阵，咱嘛要来祈祷哦，吼，办宵祷告。咱透过祷告会中，咱搁较主三拄，搁较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毋是人的心意，因为人的心意拢未完全，所以咱恳求上帝成做咱的头。教会是是伊的身躯，是基督的身躯，像是伊的身躯啊，咱拢是上帝的身躯哦，对无？吼，毋是上帝做袂到。是上帝意爱邀请咱甲伊同工，邀请咱安那做伊的手甲骹。这是当礼拜咱伫遮夏令营有80几位的即个同工，穿青的迄落是中间咱有社区的青年，伫个咱伫学校咱招募的志工伫咱中间，啊，搁有穿红色的是学员，将近140名、130几名的国小的学员伫咱中间。咱想，咱是毋是甲上帝骹甲手拢伸出去啊？咱来听伊。你知影无？当礼拜因要走的时候，妈妈好，是安那的妈妈好，遮来遮互孤独哟，像孤独，无啦。咱足侪兄弟姊妹拢来煮饭呢。哦，足侪人来，煮10几工安尼。咱拢是上帝骹甲手，毋是上帝卖话，是上帝邀请咱甲伊来同工。今仔日因来同学会，今仔日楼顶4楼甲是家长班，6楼是儿童。咱刚好今仔日若拄着因，拢好好来款待因，互因来甲咱厝家，吼，咱互因感受到上帝的疼。这就是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骹甲手。咱即个楼骹地下室嘛咧做啊，这是啥物？恩友啊，吼，毋是上帝卖话。是有上帝呼召伊的囝儿来做遮的，咱看到邱医师甲足侪医生甲咱合作，甚至毋是基督徒呢。因半工，因敢若礼拜通休困，但是因无休困，因来遮做志工，来做啥物？哦，有讲的就是可能有去，无讲的吼，咱邀请恁斗阵来。若是有医疗咨询的时阵，咱甲咱的手甲骹，甲主耶稣斗骹甲斗手，因为咱拢是主耶稣的肢体，咱斗阵来祝福
一个社会，教会嘛是基督的身躯，咱互相拢是肢体。肢体意思是安那？一个身躯对无？吼，咱启应文嘛有读嘛吼。请问你敢会右手去烫着？讲啊，烫着，足痛足痛，你袂插伊会袂？袂嘛，咱若去烫着也是跋倒，咱一定安那，甚至还佫安那，喙烂静静的影安那，吼，安尼较会紧好嘛，吼，鼓咧。咱倒骹搭手拢会为着保护咱的身躯着，咱袂讲安那。啊！你这手啦，你这无，你这甲我无关系啊？敢会？敢会？袂啊！啊，咱教会，咱伫教会敢会歪管有的人？袂吼，拢会互相关心对无？真的吗？哦，感谢上帝。咱也是上帝，教会甲上帝是一体，咱是互相是肢体。有的人是骹，有的人是手，总是咱是甲上帝是同一个身躯。请问咱的肢体中间，若有人乌去、软心倒退，这就是安那血路袂透。这个空喙3年啊，因为这个人安那心肌梗塞，内面放3支支架，所以伊的血路本来就无好，血根无好，80几岁，伊的骹已经慢慢无法度恢复伤口。因为他血管不通，已经3年了。刚2礼拜前，安那，迄个伤口变化黑掉，然后，迄乌2支骹对庄甲开始乌甲骹盘，甲小腿。请问，咱若是甲上帝、甲耶稣基督是一体，咱的肢体中，若有人黑掉，你爱无？敢要爱伊？要吗？确定？要他，我们会要整个命都没哦，这就是决定哦。怎么要他？这就是我这礼拜做拄着一个决定。前几天，这礼拜拜一，我的哥哥打电话给我，用来讲你紧回来，爸爸的骹乌去啊，医生讲。因为伊血路拢袂通，伊去看这个末梢神经，2支骹拢愈来愈乌，可能爱截肢。你紧来甲爸爸协谈，因为阮这是马街药剂师，他主张啊，兄弟这个要坐就是安尼，一点就坐嘛。但是好的哦，一定是好。讲你紧甲爸爸协谈，因为若截肢要对倒截肢。对的，脚趾头吗？小腿吗？对的，对大腿。因为敢若大腿有啥物，血路有通嘛，其他拢愈来愈乌。你若截肢是毋是？伊的空喙是毋是搁较大？空喙搁较大是毋是就搁较害？因为都无法度恢复，这是一个决定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耶稣是一体。这你边仔的人，也是你即马想到，伊已经无伫遮，伊无伫遮做过甚至，伊拢无去做过。伊人生倒退，可能是即间教会、即间厝、即个家，互伊心内艰苦、脱涯。咱本来要彼此相爱的，结果感觉是彼此相爱，害成为障碍，他离开了，伊乌去啊！迄个人伫对，咱甲上帝是一体呢，这是咱的肢体呢。乌去的，咱要安那？要甲固掉吗？接机吗？敢要？真恶决定。我的爸爸拄着安尼爱决定，总是上帝看咱。透过拜三，另外一科医生进来，小等，这毋是血路的问题尔，这应该是啥物？应该是啥物？
细菌感染，较紧用另外一种抗生素，看有机会无？伊若够血色，伊安那都有救啊！毋免即个，毋免两双头拢鼓起来，较紧。抗生素注落去，一工以后，我要转来迄工，就安那恢复气血，恢复迄个温暖，恢复迄个血气，毋免搁对大腿截肢。上好的是安那，互伊安那直接自己掉，伊心想起来真艰苦心。你自己的手指，耶稣基督教会的肢体，互伊家己落去，互伊家己乌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知影，你心内即马想一个人，你看你一项代志，特别是温馨顶落，甲咱遮真济已经真久的会友，毋免讲济，过去3年、5年、10年，已经无伫咱遮聚会，已经乌去，几路无透，咱拢无插伊，无保护伊。家庭就是爱保护伊，敢毋是头一条？总是咱无保护伊，咱互伊乌去，敢好？咱搁恢复咱的血路会通，敢好？上帝听才会当互咱恢复血路会通。你心内想的迄个人，敢好？你为伊祈祷，邀请伊搁转来。50周年安尼走意义啦！咱这个家庭，咱这个家爱恢复有上帝的款式，有听甲真理。咱互这个家庭血路会通，血路若会通，每一个肢体都会当活起来，对死搁活，对乌气搁恢复迄个血路的色，活命的色，敢好？这就是咱50年、50周年的意义，因为50就是五旬，五旬就是圣灵降临，咱袂话啦。人拢袂话，我嘛袂话。我传道看到阮爸爸这骹，我拢软去啊。总是上帝话24小时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知？我的爸爸即摆伫倒，长得出名啦。阿妹吗？这位是搁真国外的上帝，阿妹吗？性情老，迄个袂话啦。医生讲袂话。拜伊十讲要截肢，即马拜人俩讲会使出名，你喙伊个加喙变啥？啊，敢好？咱互医生加喙变鸭喙，敢好？咱互迄个撒旦魔鬼加喙变鸭喙，敢好？咱爱互咱的兄弟姊妹转来啦，尤其是咱家人教会过去伫遮有服侍，我知，甚至有结束。咱先爱一个家庭，咱家己爱恢复听。因转来毋知有意义，啊无因转来佫共款佫拄着。咱爱有上帝听，互因转来时阵知影，回家真好。咱对咱这个家，咱这个新开始。广告电台讲全家就是你家，爱信我。全家便利商店有广告嘛吼？全家就是你家，你爱信无？无爱信啊吼，就因为你入去拢爱钱嘛。啊，你来家人教会敢爱钱？奉献无信哦吼。你若毋知奉献意义，拜托毋通奉献咯。奉献咱是回应上帝听哦。吼，来家人教会是稳定免费的，咱的教会当诚做你甲我阿哥迄乌气的人，心灵温暖的，伊需要转来这间厝。因为伊即马伫外口漂泊，伫外口流浪，伊是流浪汉。咱三个来去讲。
我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都邀请你想看卖，咱的祈祷中，什么人是迄乌去的？迄个肢体，咱敢真正要目睭金金看伊落去？上帝的厝，咱敢真正要断骹断手吗？咱就邀请你想这个人，这个名。咱好对今仔日开始的伊来祈祷。咱嘛，互咱一个厝内甲人教会这个家恢复上帝款式家一样，有听都有真理。愿天地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一间教会。你的名所设的教人基督长老教会，主是你上帝永生上帝的家。主恳求你赦免阮，阮过去有义也是无义，互一个家、一个身躯，上帝的身躯退路无通，直到可能小可的受伤。迄个空喙渐渐就互撒旦魔鬼来侵入，当这肢体有诶已经乌去，恐惊只有互伊家己落去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。本来你开你的标准得罪你，恳求你赦免阮。那今仔日开始，阮得着主你遐来话语真理，阮要互一间主你的家，迦南长老教会50年，就是有循这圣灵充满要伫遮，阮要搁一遍。遮恢复上帝的家的款式，甲一个家迄个温暖，一个家的听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拄则所想的即个人，即个阮的肢体。主啊，你知伊心真痛，伊嘛忝了。主，恳求你用各种的方式，互伊转来到阮的中间。阮要互遮个离落伫外口的肢体，转来到主你的厝中间。阮要三甲来欢喜来庆祝50周年，50周年主你的心意伫即个所在。阮要继续来活伫即个地区社区，阮要宣扬主你的名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。顺顺开来，阮要用主你的祈祷文，阮的三甲来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定来伫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阮的辜负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甲代代不。